南海就好似一嚿肥豬肉，周圍啲國家個個都眼金金望住澳洲一架 P-8A 偵察機，今個月中闖入我哋南海西沙群島度做偵察，俾南部戰區派出蘇35戰機趕走。呢次已經係今年2月之後，澳洲第2次派軍機踩上門，結果俾解放軍派戰機趕走。之後南部戰區、南部空軍同南海艦隊一齊出咗條宣傳片，警告空天絕不退讓。澳洲軍機被趕走之後，佢哋國防部事後話，解放軍戰機2次飛到好近架 P-8A， 仲射埋照明彈。雖然佢哋架飛機同機組人員冇受傷亦冇損壞，但就話中國戰機嘅手法唔專業。呢套說話係典型嘅美國腔。佢哋仲話幾十年嚟，佢哋國家嘅軍方一直喺相關地區做海上經察任務，又拎出國際法，話澳洲係喺國際水域同國際空域行使航行同飛行自由權。對於澳洲國防部咁講，中國國防部當然全部駁返。發言人唔單止鬧澳洲侵入領空，唔尊重主權，仲批評澳洲呢架 P-8A 軍機未經中國政府批准，非法闖入中國西沙領空。南部戰區派機依法依規跟蹤監視，有力反制，警告吹離。而澳洲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嘅行為，好容易引發海空意外事件。大家撳開地圖睇睇，就知澳洲離南海有幾遠，足足6000幾公里。一個南半球國家嘅軍機走到嚟北半球中國領空度飛，而且呢架唔係普通飛機，係軍機入面嘅偵察機。佢留咗去南海航行，名唔正言唔順，目的更加唔順，擺明車馬。澳洲冇將中國對南海擁有主權嘅講法放在眼內，硬係將上面啲空域同水域當成國際公海。佢哋特登派軍機山長水遠走嚟南海偵察啲咩？用而家流行嘅講法，澳洲根本係喺南海呢個舞台度自己加戲。試問澳洲走到咁近我哋邊境偵察，到底有咩目的？至於佢哋藉口話航行自由，咁中國當然都有吹離嘅自由啦，冇理由你自由得，我就要任你逍遙噶嘛。做客人嘅唔識禮貌，咁就要教下佢啦。好戲在後頭，93閱兵之後，解放軍軍威更加旺盛，國防部立場亦越嚟越強硬。今次更加似真係扯火，先係國防部同外交部發言人出嚟還擊。前幾日南部戰區、南部空軍同南海艦隊更加聯合出咗條宣傳片，信息好簡單：我嘅海天，我守護。講到中國近海，非區內國家尤其係5眼聯盟成員，冇個唔睇到眼紅耳熱。由美國、加拿大到澳洲都係一樣。今年10月7號，加拿大空軍一架 CP-140海上巡邏機喺東海俾我哋戰機近距離攔截。加拿大嗰邊初頭話行動係為咗監察朝鮮船隻，又話當時係喺國際空域飛行，都係嗰句啦，硬係要將人哋屋企當做公家地方，根本唔係客人之道，直頭係賊仔入屋嘅標準藉口。佢哋硬係要扮唔明，咁我哋唯有教到佢明，或者教到佢驚為止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有興趣就 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啦，再見。